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阿輝。上一集我同大家講咗我點解要去分享患癌唔同階段嘅初衷，同埋簡單介紹咗唔同階段係啲乜嘢。今集我就直接同大家詳細講第一個階段，苦難折磨階段會經歷啲乜嘢，同埋當時嘅心理狀態會係點樣。苦難折磨階段，我哋會分別經歷3個時期，分別為確診與求醫、迷惘混亂同埋苦難折磨。就等我用我嘅個人經歷去同大家了解呢幾個時期。首先要講嘅就係確診與求醫，就係你突然確診患癌。好多人患癌都係無意中檢查先知道，或之前冇任何症狀，有一日突然有啲唔舒服，然後一驗就出事啦。我自己就係咁，有一日無意中發現個肚有嚿嘢好似凸起咗，去診所驗血就出事啦。所以我哋突然確診，知道咗患癌咁大件事，通常會好驚，因為從來都冇諗過，之前亦毫無心理準備，所以一知道嘅時候，心入面會充滿恐懼，一時間手忙腳亂，不知所措。起初知道呢件事嘅時候，因為好突然，其實心裏面第一係未接受到，第二又會有啲懷疑，究竟會唔會係驗錯㗎？同時間大家心裏面亦都知道，如果真係要醫癌症，要用傳統西醫方法去醫癌症，會係一條幾咁痛苦嘅路。由於心裏面一時間唔係好接受到自己患呢個病，同時心入面又抗拒西醫嘅醫治方法，所以想俾多次機會自己，想從多方面再一次求證一下。於是四出訪尋名醫，去聽多啲唔同嘅意見。我相信大家都係理智嘅人，如果咁不幸確診患上癌症，大家都會想去積極求醫，分別在於係用乜嘢方法啫。應該好少人會真係覺得唔使醫，唔使去處理，身體自己就會突然好返。希望大家都唔好有咁嘅諗法。所以我相信大家患病嘅時候，首先都會經歷確診與求醫階段。四出訪尋名醫之後，好快你就會跳入迷惘混亂時期，亦即係第二個時期。當你四出訪尋名醫，見咗好多醫生，無論係中環甲級寫字樓嗰啲私家醫生，定係好有名嘅中醫，又或者你揾到其他自然療法，好似氣功啊、食療方法啊嗰啲咁，聽完之後你反而一頭霧水，因為竟然差唔多個個醫生或者醫師講嘅意見都唔同，個個都話自己權威，你都唔知信邊個好，所以好難做決定。同時又驚做錯決定會可大可小，病情得唔到好方法處理，會急轉直下，會惡化得好快。於是你好迷茫，陷入混亂嘅狀態，你猶豫不決，唔知信邊個好。呢個時候雖然你搖擺不定，但同時你又不斷試驗唔同嘅方法，呢啲方法對你嘅病情有時有幫助，有時又好似冇咩效。好多時喺初頭一兩次係 work 嘅，跟住又打回原形，然後你不斷重複試驗求證，效果唔好，懷疑放棄，再試驗第啲方法，再求證。你不斷重複呢啲步驟，喺呢個時期你陷入混亂迷惘嘅狀態。你揾到好多方法，但時好時壞，到頭來效果始終唔好。同時間你亦可能同時處於苦難折磨時期，亦即係第三個時期。迷惘混亂同苦難折磨可以同時發生，可謂雪上加霜。喺苦難折磨時期，你嘅身體受病痛折磨到體無完膚，甚至有啲人可能已經喺醫院經歷生死關頭。記得我喺苦難折磨時期嘅時候，受到嘅痛苦簡直生不如死，我依一世都唔想再試多次。就好似我打化療針，亦係簡稱叫做大髀針嘅時候，我個肝痛到瞓都瞓唔到，每隔一陣就嚟幾下連續嘅刺痛，只係平瞓喺度已經不斷咁痛，然後每隔1個鐘就痛醒一次。基本上我夜晚有一半時間係坐喺度先可以稍為舒服啲，坐喺度趴喺張台度瞓，其實只係勉強養一下神，可謂半睡半醒，基本上都係瞓唔到。最嚴重嘅時候，因為精神同體力太過虛弱，
同崩潰。我甚至喺深夜嘅時候辛苦到出現幻覺。之後嘅標靶同免疫治療亦同樣帶俾我無盡嘅痛苦，食唔到、瞓唔到、屙唔到，身體變得好虛弱。我170cm 高，最瘦試過可以去到48.5kg。苦難折磨時期，你感覺好似身處地獄咁，有時稍有舒緩，俾你少少希望，但隔冇幾耐又打回原形，身體嘅痛苦好似沒完沒了，令個心會喺度諗，究竟我仲要捱幾耐先完啊？再咁落去，我好似就嚟頂唔順咯，身體就嚟要冧咯。希望去到呢個地步係苦難折磨時期嘅尾聲，因為苦難折磨之後，如果你夠好彩，你可能會遇到出現轉機階段，我就係其中一個例子，所以我覺得自己好好彩，可以有一線轉機出現俾我。所以下一集影片我會將呢個階段詳細介紹俾大家知道，希望大家患病嘅時候都可以放下肢健，擁抱新知，話唔定一線轉機就會突然出現喺你眼前。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傾過啦，拜拜。